接续咱来吟618首。来，第一站来，咱就是歌兄弟。 大陆屏幕，来备办早起的装扮。我的心切切地，无你亲像落雨无天水。 是有你是我是。
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永永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夜也无神，伊的智慧无通测度。亚神的，伊予伊能力，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夜会神，勇壮的人也会跋倒。请咱一齐来吟圣诗第38首《俄罗专营的主上帝》，请起立。请咱大家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你地人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迷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全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感谢你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蒙教导，
课文第34篇，诗篇146篇，伫咱的圣诗1059面。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倚靠君王，因一个断开就几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棒受怪感的人，上主扶持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接声，着称赞上主。请咱大家三脚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阮用悔改卑微的心，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为全世界正教会以及职人代祷。最近武汉肺炎伫世界各地感染民众，造成真大的伤害，不但危害人的身心灵的健康以及性命，而且引起经济萧条。造成人民生活上种种的不安甲灾难。恳求主，互咱人类会当明白家己的有限、本身的软弱，特别有的国家的执政者骄傲自高，无顺主最大。由此，互因经过这个大的试炼，唤起因的良心甲良知，会当彻底改变，全地倚靠你的怜悯甲恩典。得到主所赐的力量来对抗这种重大的疫情。恳求主看顾第一线遮的医疗甲行政人员，保守因一切平安，互民众团结配合政府的政策，互全地百姓早日的脱离疫情的苦难，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子。今仔日是国际妇女节。恳求主赐予所有妇女，无论是职场的工作、家庭的生活，会当受到尊重以及喜乐平安。由此帮赞，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发挥关怀社区、照顾弱势，成做疼主疼人福音的出口。每一位信徒活出有信心、有仰望、有疼的人生。用疼心见证主的福音，荣耀主，利益人。阮也为着教会的兄弟，毋照到即事所顺民兄弟，因生活姊妹以及身躯欠安、久长行动不便的代祷，由此使因早日恢复健康。主今仔日袂当来，甲阮当敬拜的兄弟，无论是出外。也是其他的缘故，由此有缘换过赐福因。即时恳求圣神降临，带领阮的敬拜，互阮用敬虔的心来领受主的牧者将牧师所要开条主的教示，帮助阮灵命得到长进，加添阮信仰的贵力。愿阮的敬拜成做圣洁的祭，得到主的感纳甲欢喜。感谢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听
请圣乐队，因要行的诗是学老甲尊贵。Oh
多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来学乐咱的天父上帝，用读上帝的话，伫圣经马太福音11章第2节到第6节，伫咱的新约第12页，马太福音11章第2节到第6节。约翰伫假年听见基督所行的事，就找学生问伊讲：所要来的人是你吗？也是阮着仰望别个人啊？耶稣因讲：你着去将恁所听见、所看见的，甲约翰讲，就是青面的看见，摆脚的行，太过的清气，臭耳人的听见。死个人过我，丧个人得着听福音。既若无伫我来着，逐个有福气。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去行个人。下面请咱的牧师来甲咱讲道。题目就是：你有听到、有看到吗？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主必听咱天父，阮感谢你。赐予阮遐好的天气，互阮伫礼拜日清早起伫遮三甲来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底，互阮拍开阮的耳孔，拍开阮的心门，互阮会用听见，互阮会用看见，互阮用领受主你的话语伫阮生命内底丰丰富富的赏赐。主，阮将下面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恳求你的圣神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了今仔特别是咱今日开始有即个网络的直播吼，特别伫即个透过网络来甲咱三甲敬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Facebook 的运长吼嘛。曾经吼，即个《时代》杂志来选做上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吼，伊个名叫做雪柔桑德伯格，伊也是即本畅销书叫做《挺身而进》的一个作者。即个女性呢，伊伫伊的即个工作面顶有足好的一个成就啊。所以，伊伫即本册内底来鼓励每一个女性，拢爱勇敢来接受挑战，所以来达成家己人生的目标。即个桑德伯格又讲伊谁会用伫事业上遐尼成功，上重要，伊有伊的一家人来诚做伊的支持。上重要的一个，就是伊的丈夫大卫。毋过伫5年前即个大卫伫伊咧度假的时阵，伫即个房间内底伫咧做运动的时阵，突然来过身，来离开伊。所以讲伊的生活完全崩盘，伊跋到人生的即个深渊的内底，伊陷落真大的即个悲伤甲自责的内底，亲像。遐尼坚强的一个女性，遐尼有成就的一个女性，伫伊的生命内底共款会发生一寡恶得担当的即个悲伤。当伊的翁婿过身了后的2礼拜了后，伊讲有一个活动需要即个老爸来带着伊的囡仔来参加的一个亲子活动。伊伫遐就大声吼。我心内想要，我的翁婿台北去，我想要台北带我的囝同齐去参加即个活动。伊一直吼，伊身躯边的即个朋友甲揽咧，甲讲即个 A 即个选项已经无存在啊，咱就对 B 选项开始。所以有一本册叫做《选项 B》啦。即个基督徒伫地上，咱上款会去面对着即款的艰难。伫圣经内底，咱所读到的即个头拄所读的圣经，有一个约翰，加西利约翰，咱知伊的 A 选项是啥？
伊 A 选项就是伫旷野内底来传悔改的福音，效果有好无？真好，有足侪人来悔改，来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所以，毋过上帝互伊安那，即个选项无存在，伊必须爱对即个 B 选项来开始。B 选项是啥？关伫家牢内底，关伫家牢内底，咱看到伊关伫家牢内底的时阵，伊要安怎继续来交托上帝？要安怎继续来行伊信仰的道路？咱基督徒常常对 A 选项进入到 B 选项的时阵，咱充满着即个犹豫，咱对上帝开始来怀疑，上帝是安怎安尼啊？我伫 A 选项的时阵，我伫旷野，我做足好的工啊，是安怎你要甲我即个工甲结束掉啊？伫咱遮咱会看到行洗礼约翰伊来到伊找伊的学生来问耶稣，讲你到底是毋是弥赛亚？咱若看到即句话对即个行洗礼约翰的喙内底来讲出来，咱会感觉不可思议，对无？伊知影讲伊是要为着耶稣来做前锋的，啥来为一个要为耶稣来做前锋的人，竟然拄着代志的时阵，会去找伊的学生去问耶稣，讲你是毋是弥赛亚？你是我听候的迄位啊？所以咱知，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每一个人，伫咱的一生的当中，咱对上帝拢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怀疑，一个犹豫。今仔日咱毋是要来责备遐犹豫的人，咱也毋免为着咱曾经捌有迄款的对上帝犹豫怀疑的心，来感觉有一个罪恶感，感觉自责。但是行洗礼约翰遐尼大的先知，一个互上帝所动用的器具，伊拢捌安尼来怀疑上帝，佫较何况是咱普通的人呢？毋过面对犹豫的时阵，对上帝的怀疑的时阵，咱要安怎来面对？咱对今仔日的经文，我将伊归纳成3点要对这3点，咱要来看。咱对着咱生命内底有犹豫的时阵，咱要安怎来面对这个犹豫？互咱会用看见，互咱会用听见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的祝福。第一点，就是真实来认捌耶稣基督。第二，咱爱安那注目伫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三，咱来个转来圣经内底的应允。咱来看第一，咱真实来认捌耶稣基督。今日所读的即个第2节甲第3节，伊讲约翰伫家里听见基督所行的事，就找学生问伊讲：所要来的是你吗？还是阮着5万别人啊？耶稣因讲：恁着去将恁所听见、所看见的，甲约翰讲。为什么约翰伫遮会对即个耶稣起一个犹豫的心？伊的信心开始动摇咧。经文讲啥？讲伊伫倒位？伊伫关伫监牢的内底啦。过去约翰伫倒位？伫旷野传悔改的福音，有无？真有果效，真侪人来到伊的面前听伊咧讲遮传扬上帝国的代志。即阵呢，被关伫监牢内底，伫苦难的内底。搁下，咱知约翰行洗礼约翰，伊关伫监牢内底，伊是犯罪吼？犯啥物罪？无咧，伊无做毋对代志呢。伊谁人叫关伫即个监牢内底？伊叫关伫监牢内底，是因为当时的即个希律王，伊犯着奸淫的罪。约翰勇敢站出来指责即个希律王的错误，互即个希律王更小更小当受去，甲伊关伫即个监牢内底呢。所以咱看起来，约翰谁人会叫关伫监牢内底？伊是要维护着真理。伊要服侍主，伊要遵行上帝话来受苦咧，咱会用接受安尼结果啦。
咱会想着讲，我守真理应该是凡事拢作顺遂啊。服侍主的人应该受到上帝真大的眷顾，为虾米服侍主搁爱受到即款的艰苦呢？圣经讲，约翰毋是去互关伫监牢内底，伊就找伊的学生去见耶稣，毋是安尼。约翰伫监狱内底有一段时间啊，来照即个历史的记载来推算，应该有1年的时间。约翰伫即个监牢内底，伊讲啥？伊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啊！伫即1年的时间，基督做啥物代志？无啥物奇怪的代志呢？甲普通是共款，行神业、医病赶鬼啊，行遮的代志。谁啊？约翰毋知吗？谁啊？伫即个时阵，伊会来问即个耶稣，伊会产生即个怀疑啊。关键就是啥？耶稣所行的遮的神业，无一项是行伫约翰的身上啦。耶稣，你来拯救，毋过你无拯救啊！我犹原搁伫监牢内底。耶稣，你要讨办，我无得到自由。耶稣行神业，啥那神业拢无伫我的身上咧。所以即个约翰对即个耶稣有一个真大的期待。当伊的期待耶稣无来满足的伊的时阵，伊就安那开始来对上帝来怀疑啊！咱是毋是定定啊对即个耶稣基督有真大的期待？咱期待耶稣基督来解决咱的问题，帮咱找一个对象，做一个好的工作，来解决我婚姻内底的冲突，来解决我甲阮即个教育女子的即个冲突。期待耶稣基督来医治我的病，咱是毋是定伫即个咱的生命内底期待耶稣来做代志？当耶稣来无满足咱的期待的时阵，咱要用啥物态度来回应即个上帝呢？捌有一个人，伊就犯着即个错误。这个人叫做 Ted Turner， 伊是一个 CNN 过去一个 CNN 的总裁，伊是一个媒体大亨。伊对细汉伫教会内底来大汉，伊的父母拢是足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伊伫细汉的时阵，伊曾经讲啥？讲我大汉了后，我要成做一个宣教师啦。毋过伊伫青少年的时代，伊有一个姐姐得着癌。当时呢，这 Ted Turner 就为着伊的姐姐迫切来伫上帝的面前来期待。来祈祷，伊期待耶稣会医好伊的姐姐，无想到伊姐姐有好无？无啊！最后因姐姐怎死去？因姐姐死了后，即个听了对上帝，对上帝极端的失望啦，因为安那上帝无满足伊的期待啦。所以，伊就对一个基督徒，成做一个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并且伫即个公开的场合内底，常常讲一寡无好的话来批评、来攻击遮的基督徒。伊犯着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事实上，约翰甲今仔日咱基督徒捌会犯啦，只是程度无啥共款。这个错误。就是当咱伫一个监狱的一个环境内底，当咱一个困苦的、无自由的环境的时阵，咱发现耶稣基督行足侪神业，却无做伫我的身上的时阵，咱就开始来怀疑到底上帝有甲咱相甲伫地无？这个错误就是啥？像咱别人拢有，我无，我是较细汉哦。我捌伫即个还未入新学院之前，捌去参加即个较灵恩的教派的即个报道会，伊拢讲迄个圣神的充满，有一个即个主理的牧师来挖去你时阵，你就会倒落，我就去甲试看嘛。安怎试我拢袂倒，伊甲试足大力的吼，我拢袂倒吼。我是讲我袂倒嘛好，我遐大颗啦，倒落去甲我抱迄个人的手，都会毋得断去吼。迄阵阵我就咧想，迄个讲员讲上帝听的神甲你充满，我咧想讲奇怪，我若拢袂倒，上帝无听我无？谁别人拢倒别人拢有甲我无啊？所以咱定定会落入迄个陷落迄个比较。别人有，
我无。别人有新约，我无。过来，咱来看第二个错误。行说咧，约翰可能伫遐想，为什么迄王遐尼歹的一人，一个人无得到上帝的审判？上帝，你竟毋是公义的上帝吗？啊，毋过咱爱会记哩，咱的上帝毋若是公义的上帝，伊阁是一个啥物款的上帝？伊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主啊！你捌问过即个问题无？为什么我周围要将我班义的人，要陷害我的人，因伫遐生活甲足欢喜的，甲我上忧愁、上痛苦？你捌安尼想无？咱感觉家己足委屈的。伫即个时阵，咱爱认真来认捌上帝。但是上帝的公义无完全来显明的时阵，上帝无审判遐个人的理由。甲上帝无马上审判，咱的理由是共款，就是上帝咧等待咱悔改，上帝咧等待你甲我悔改，上帝咧等待希律王来悔改，上帝咧互咱机会啦。所以这点是啥？谁啊做歹的人啊那游玩遐尼快乐过日子，我的生活一寡喜乐都无啊。咱就开始来怀疑，到底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吗？咱必须对上帝爱有一个完全真正的认捌，无咱会互这两个来影响咱对上帝产生一个错觉啦。咱的上帝到底是啥物款的上帝？咱的上帝绝对无受咱主观的愿望所控制的上帝。咱的上帝绝对无受到咱主观的期待来控制，毋是咱安怎想，咱毋望上帝会做啥，上帝就爱照咱的意思来做啊。但是安尼，上帝较大是咱较大，咱讲的上帝拢爱照做，啥物人较大？然后咱嘛爱知，耶稣基督毋是用即个有求必应来证明伊是真正的上帝。那亲像咱来解讨的时阵，伊就互咱，安尼才是真的上帝。我常常讲，即款的信仰是龙山寺的信仰，有求必应，我才信你，毋是安尼。耶稣基督毋免用讲你来求我，我就互你，安尼我才是耶稣基督。伊本来就是上帝。咱嘛毋通甲耶稣基督放伫一个小小的一个坑内底，华语叫做咱毋通甲上帝框架化，这是咱基督徒常犯的一个错误。咱一寡人的信仰叫做 Jesus in the bus， 就是甲耶稣基督放伫一个小小的盒仔内底，一个小小的坑内底。迄个坑，迄个盒仔叫做我的愿望，我的期待啊！迄个坑就是我对耶稣基督的要求，真实的认捌耶稣基督，毋是安尼。真正的认捌，就是讲检查咱的期待拢无得到回应，拢无得到满足。但是我依然相信耶稣基督对我的一生有搁较大、搁较好的计划。我信得过神啊！这叫做相信上帝大过对伊的期待啊！这才是真正来认捌耶稣基督。咱若是要行出这个犹豫，行出这个怀疑，咱必须认真真实来认捌耶稣基督。咱每一个人拢期待讲，咱所有的一切拢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咱若期待讲，约翰假设咧约翰会用安怎去用对家牢内底来讨办，继续做主的工。咱拢期待即个足完美的一个结局，但是会记一句话：假有上帝知影啥物是完美的一个结局啦。有一部电影叫做《王牌天神》，你毋知看过无？这金凯瑞常常甲上帝抱怨，讲你这啥物上帝？我无咧听人祈祷，不尽责。上帝讲你甲教你来做，互你做几工。这金凯瑞落去。伊就看用这电脑，甲大家咧祈祷的代志拢起来，哇！足侪人期待讲啥？期待讲我要彩券会用着第一特奖，
哎，足烦的，哇！来遐尼济人拢要得第一特奖，好啦，全部答应你，全部的人叫特奖，第一特奖100块美金。所以定定是安尼，咱感觉上帝你若无答应我的即个祈求啊，有当时毋是上帝毋答应，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智慧啊，只有上帝知影啥物是上完美的一个结局。第二，咱爱安那？仰望耶稣基督，当咱有怀疑的时阵，咱来仰望耶稣基督。毋是所有的人伫咧犹豫、伫咧困难的当中，咱拢会去找耶稣基督。咱拄则看到 CNN 迄个总裁在天了都毋是安尼。有犹豫的时阵，伊都越头来离开耶稣，敢毋是咧？行洗礼约翰毋是安尼的人。伫咱看到所读的经文内底，伊安那一有问题，伊就开始找伊的学生去问耶稣啊，问耶稣，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咱看到行洗礼约翰时阵，伊毋有问题，伊毋是去问啥？问遐的祭司，毋是问遐的法利赛人，毋是问遐的文士，毋是问遐的犹太人，拢毋是。伊找啥物啦？直接找耶稣啦。因为伊必须伫耶稣遐得到答案啦。今仔日咱基督徒定定拄着犹豫、拄着问题的时阵，咱一世界讲，一世界讲，讲甲所有的人拢知，假耶稣基督毋知。上尾一个才甲耶稣基督讲，毋是安尼。行洗礼约翰毋是安尼，行洗礼约翰安那有问题直接来找耶稣，伊要对耶稣遐亲耳听到耶稣所讲的答案。行洗礼约翰是耶稣，你来甲我讲，我就相信，就是正确的答案。所以咱所有的答案拢伫耶稣基督遐。所以咱拄着疑问的时阵，第一个爱找啥物人？找耶稣，毋通即个问迄个问遐，一个讲迄个讲。加油添醋的结果拢往往拢安那偏离，互咱搁较犹豫尔。所以当咱有困难的时阵，咱就来找耶稣。伫即个戴德生伊是19世纪世界上上伟大的宣教师其中的一个。有一遍，伊伫中国咧宣教的时阵，伊写批互伊的即个互因某，批内底有一句话是安尼：阮村安那2毛5啦，哇！伫中国村2毛5，我搁过一个遐尼远的太平洋，我要安怎救会着无？你若是因某，你会想着啥？你想讲要安怎？毋过戴德生伫即句话后壁搁加几个字，还有耶稣啊！所以咱就看到即个宣教师，伊对耶稣的态度是安那？阮村即个2毛5的时阵，看起来拢无路的时阵，阮有耶稣呢，真做我吧，我倒来找耶稣，耶稣会替我解决。这是真正一个有信心的宣教师所抱的一个态度啦。有一首诗歌叫做《转眼仰望耶稣》，伫花季礼拜时，咱有唱这首回应的诗。伊讲啥？请问你是毋是野神？是毋是烦恼？你看起来是毋头前全然黑暗无光明咧？咱若是问行洗礼约翰讲你是毋是野神烦恼？伊会足老实的甲你讲，是，我是野神。你是毋是头前无光明，全部的黑暗？那亲像即个一台火车，一台火车。当你来驶入去即个黑暗的棚坑内底的时阵，你对头前看，对后壁看，左右来看，拢是一片的黑暗。你伫即个车、即个列车的面顶，你用做2款选择。第一款选择，你选择紧的跳车，甲即个turner同款。我行即个黑暗，我紧的走。你嘛用亲像行洗礼约翰安那。继续留伫即个火车的面顶，因为伊相信，只要我仰望耶稣基督，我就有光明啊！伊相信，即个永生的即个列车有一天会行出即个黑暗的棚坑。你信会过？你生命的即个列车的即个车长是耶稣基督无？伊会带领你行过人生所有的任何的困境，
无管你即阵是偌黑暗，你敢会信？美国历史上上有名的总统林肯总统，伊讲啥？当我走投无路的时阵，我就跪落来祈祷，我就跪落来找耶稣。当我行袂落去的时阵，我就来仰望耶稣。若是林肯总统拢安尼做，咱走投无路的时阵，咱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工作、伫咱的事奉、伫咱的婚姻内底行袂落的时阵，咱是毋是亲像即个林肯总统安那跪落来仰望耶稣，来找耶稣？第三，咱必须来转来圣经的应允的内底。伫经文内底，耶稣安怎来回答行洗礼约翰？你会感觉奇怪，为什么耶稣无爱直接来回答啊？耶稣约翰讲：“你是毋是我要听候的迄位啊？”耶稣就讲：“我就是。”三个字就解决啦。伊就甲讲啊一大堆一大堆，啊，说一个做大人的。耶稣对伊讲：“你去甲对伊学生讲。”你甲你所听到、所看见的，转去拢甲约翰讲。你像约翰伫即个关伫家内底，伊敢袂敢毋知影耶稣互即个痴迷的因看到摆骹的物件嘛？像咱共款的物件，搁要重复搁来讲一遍，甲即个约翰讲，敢有必要？我感觉有即个必要。因为即个是一个足重要的真理。耶稣咧讲即句话的时阵，伊是引用以赛亚书35章的第5节。伊讲啥？迄时痴迷人的目睭要开，臭耳人的耳孔要来啊！迄时是啥物时阵？弥赛亚的时代。耶稣伫遮就是弥赛亚的时代啦。我就是弥赛亚，就是你所听候的迄个啊！你敢无看到真济即个啥？痴迷人的目睭已经开啊，臭耳人的耳已经来啊嘛！你敢无看到吗？所以当咱信心软弱的时阵，当咱有犹豫的时阵，当咱周围的环境，互咱看袂到任何希望的时阵，咱爱伫上帝的话语内底找到应允。咱要对上帝的话语内底找到迄个望啊！即个时阵环境的声伤大，大到一个程度，互咱无法度听到上帝咧对咱讲话啦。咱的环境声定定阻挡咱来相信上帝话语的应允。你有遮应允，啥人我搁关伫家牢内底咧？咱有当时啊，咱的环境定定非常的混乱啊！捌算过拼图的人拢知，即个有即阵上有迄3000片的、5000片的有啊吼。你甲迄个3000片、5000片甲倒来试看觅，啊啦，总足细地了啊，啊拢一片混乱了啊。伊当一片混乱，要安怎拼？咱是毋是爱看迄个拼图的迄个鸭仔面顶的即个图，一个一个来拼啊？咱的人生有当时啊，亲像迄个拼图，咱来看到咱即个破碎的人生，咱破碎的人，咱破碎的婚姻，咱的所有的困难，都亲像这一片一片小小地的即个拼图啦。毋过咱若无去看上帝，互咱的一生，伊迄个图面是遐尼水。咱必须爱照着圣经，互咱看到圣经就是上帝对咱一生、咱计划的蓝图啦。即幅图是遐尼水，毋过当一片一片的时阵，我看到的是啥？是完全的混乱，我完全的困难，我完全的一个犹豫，我完全的无相信，所以。咱爱转来圣经的上帝所替咱画的迄个水的迄幅图，咱来转来圣经，咱才知影即个咱的心内的犹豫才会完全来消失。咱有安即款的即个信心无？箴言第3章的第50讲：你着专心仰望耶和华，毋通挖过你家己的熬啦。即个熬就是哪里去？就是你的财目、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用目睭所看到你的判断。
咱毋通用家己的、掠家己的聪明做智慧啦。凭着咱的眼光，凭着咱的经验，咱无法度挖苦落去。环境要是遐尼歹，我要是关伫家路内底，你要叫我安怎相信？你要叫我安怎全然来信靠呢？有人讲过一句话，若是上帝无大过你的妖异，迄个都毋是上帝啊！咱会知，咱所有的妖异，咱所有的怀疑，无管所有的困难，无管有偌大，上帝永远比伊搁较大。爱会记即句话，所以你才会来找上帝嘛。最后我要用这段这节的经文来对这今仔日的结束。耶稣最后做一个结论讲：既若无伫我来，着大家有福气。着答就是跋倒，就是失去信心，就是失去信。袂因为耶稣基督来失去信心，为什么会因为耶稣基督来失去这个信心呢？上大的可能就是我所讲的，因为耶稣所做所有的代志，无一样做伫我的心上，伊无来满足我的期待，我所求的伊无一项来答应我啦。像咱即句话，必须叫伊的学生来带转去，互即个行洗礼的约翰呢？因为耶稣啦，我感觉伊无拍算要甲伊行洗礼约翰对即个家路内底甲偷放出来。咱嘛知行洗礼约翰到最后伊有互偷放无？无啊，伊去互迄个希律王斩头啦，头甲剁落来。毋过伫行洗礼约翰内底，伊对耶稣基督的要义有得到答案无？有啦，一直到最后的时阵，伊伫耶稣基督的怀抱内底。行洗礼约翰人伫家路内底，毋过家路无伫伊的心内底。家路无过来甲限制，无过甲伊束缚起来。伊是一个真正自由得到透放的人，因为伊无因为耶稣基督来跋倒。来失去信心啦！这是今仔日咱要对这个圣经节所得到的。伫遮，咱要安怎来伫这个摇移的时阵，伫咱有困境的时阵，咱要安怎来面对遮？我有一个建议来甲大家来分享。一个讲道王子施布真伊的好朋友穆勒，这个人我嘛常常讲吼。伊施布真讲，伊是一个祷告部的弟兄。以前祷告部的弟兄，都是伊啥物代志拢透过祈祷，并且伊安怎甲写落来。伊将上帝已经来完成、来成就伊的祈求的，都甲写落来。无完成的，伊就搁继续甲留伫面顶。弟兄姊妹，咱每一工咱咧灵修的时阵，咱爱将咱的即个灵修的笔记。甲咱祈祷的即个事项，咱一工一工拢甲写落来，真奇妙！你会发现，即个当有一段时间了后，你会发现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恩典，咱拢无去发现着。毋过你若安尼写落来的时阵，你会发现讲上帝是安怎透过伊的主爱来引带咱的一生。伊每一工是安怎用伊的恩典甲咱三角直地，咱是咧记录他的恩典啦。所以当你安尼来记录的时阵，你知你的一生无参像即个拼图，一细地一细地一细地，看起来是遐尼歹，看起来毋知要安怎，看起来拢是一团的混乱。当咱安尼来甲写落来的时阵，咱会发现上帝伫圣经所要应允互人的。拢伫咱的一生内底，伫咱的笔记内底，你一项一项拢会用得到应验。你会发现讲上帝，你真的是对我太好了。你要互我是遐尼水的一幅图。阮每一个人的人生，上帝所互咱的拢是水的人生，无一个是歹。上帝所创造的讲啥？是好。所以咱会记哩。像咱无法度安尼定定面对妖异的时阵，咱用对妖异的即个环境内底来行出来。有当时咱去互即个妖异、遮的问题、遮的环境，甲咱影响，互咱无法度听到上帝。所以咱回去，咱大家是咪试看看吼，试看看。
你会得到真大的帮助，甲你灵修，甲你祈祷，拢甲做成笔记。一段时间、一年的时间，你去看，你看到上帝是安怎成就你伫伊面前虔诚的祈祷。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今仔日搁照着行说的约翰关伫监牢内底这项代志，主你互阮看到，主有当时啊是周围的环境，阮拄着的困难，阮的心将阮来捆绑起来。主，互阮阮恳求你，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互阮能看到认捌耶稣基督是主爱的上帝。你的确要用你的主爱来引带阮的一生。当阮若困难的时阵，阮若注目仰望上帝的时，主你要牵阮的手来经过阮人生的黑暗。主你也要互阮照着看圣经的时阵。互圣经每一个应允拢真实来成就伫阮的人生内底，互阮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一个水的人生，是一个能祝福人的人生。主，阮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多谢牧师将上电话甲咱真好的启示，请咱来准备来吟圣诗。618首，咱就信靠上帝，请起立。请坐，王彦，咱请米子鸟就是邱明宪就是。
面的感谢，请起立。请坐。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疫情的期间无方便前来参加主日礼拜的兄弟，会当伫厝诶看咱主日礼拜的网络直播吼。即个网址伫下面，请恁注意看。若毋知人甲办公室会甲咱帮忙。第二，本会关于武汉肺炎的应用的措施，第一项就是2场礼拜后的早餐、爱餐拢暂停供应。第二，会友来教会前，请先做好咱的身体的自我管理，吼，咱准备口罩。教会咱有备办洗手液、酒精和体温计。第三，长辈以外，请拢尽量行楼梯吼，代替电梯。伫电梯内，请咱莫讲话。第四，平安礼暂停，请咱用点头致意，甲用红手代替握手。第五，各团体的聚会，请咱自行决定。咱要选择会有所上好，开窗门通风良好，并注意自我管理。第六，咱周间的社区各项的活动，咱会看疫情的变化，做调整，甲来公告。第三，咱本会妇女团契查经祈祷会成立主日代表包身的讲座。长青落语班、智慧班的智慧型的手机班，礼拜六下晡的才艺班3月份拢暂停聚会。第四，下主日3月15少年团契3月例会因为武汉肺炎这个防疫高峰期暂停。第五，全教会网球比赛、桌球比赛，是因为这个疫情咱高峰期原会暂停。第六，咱原定4月15礼拜要举行圣礼典洗礼圣餐，因为考量咱伫即个武汉肺炎这个防疫高峰期，咱即个圣礼典的延后来举行。洗礼的慕道班暂停。第七，下主日3月15南新奉献主日第2场礼拜，咱们请苏进财牧师前来本会讲道，题目是得到丰盛的生命。圣经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到第10节。下尾咱要编年第2季4月到6月的即个时间有程表，请各团契于3月24拜日前提交办公室。第9，烘焙料理班的春季班的开课上课时间是4月10日，拢请巧克力蛋糕这题目。4月25是巴斯克乳酪蛋糕。5月16是果酱和英式司康，5月30披萨，6月13脆皮口粮，6月27是老奶奶即个柠檬蛋糕，时间是拜六下晡2点到5点，费用1500块，12个人就是满额，请干事来报名。具体消息，请咱为着黄桥甲即属苏新民兄弟临县会姊妹事后的恢复福建甲固定行动不便的大岛，牧师，咱报告到遮。咱来吟上言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了，请张牧师接导。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会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种大家伫地，对即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电话后闭会。